大家好。借住呢個機會啦，講下出年嘅流年嘅生肖運程啦。咁出年2025年就係乙巳年蛇年啦。咁蛇年有啲咩生肖犯太歲啊？第一屬蛇一定係犯太歲啦，我哋叫值太歲。其次咧就係屬豬啦，豬我哋叫沖太歲啦。咁老虎同埋馬騮咧，我哋叫做刑害太歲。馬騮咧就好得意嘅，出年咧又係合太歲啦，又係刑太歲喎，所以變咗咧亦多貴人出現啦，但係某程度上咧亦都多挑戰嘅。咁逐個講啦。所以屬蛇嘅我哋叫做咧自助太歲啊，出年蛇年啊嘛。咁所以屬蛇嘅人咧，去到出年嘅時候咧，突然間多機遇，多咗好多人物關係啊，做嘢魄力夠，好似咧做嘢好 fit 咁樣喎。咁變咗咧，你有陣時行得太快嘅時候咧，就小心得失咗人，唔知咩事咯。另外啦，就小心一樣嘢啦，因為始終你都係我哋叫值班啊。某程度上咧，你好似我哋 on duty 咁咧，突然間出現翻你個位出現啊嘛，咁即係變咗有陣時做嘢嗰方面咧，無厘啦間好多人揾你去處理一啲問題啊。咁簡單啲啦，如果你係做生意嘅，咁唔使擔心啦，好多人揾你處理問題，咪變咗生意滔滔不絕咯。當然會有少少沙沙石石嘅，但係如果你係打工仔嘅，如果假設你係 CS 處理投訴嗰啲咧，咁你咪變咗應接不暇咯。如果譬如一般嘅打工仔咧，哇！你老細多啲嘢 add 落嚟喎，你咪變咗有陣時會好辛苦咯。所以某程度上啦，鼓勵大家屬蛇咧，如果得的話咧，盡量做少少牽涉佣金嘅工作啦，做多啲，起碼多啲嚟抹啲手，儲多啲錢啊嘛。咁如果假設咧你屬蛇係冬天出世嘅咧，出年唔使太擔心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屬蛇咧有粒叫天解星啊，逢親犯太歲，無論屬蛇啊、屬猴子啊、屬老虎同埋屬豬，如果你有解星咧，一有解星就可以幫你解壓。咁屬蛇就好好啦，有天解，即係上天咧幫你解決一啲問題咯。咁恭喜你啦！冬天屬蛇出世嘅，咁水冷金寒啦，變咗就好凍啦。出年條蛇咧係暖翻你個身嘅，所以某程度上一樣係多挫折多困難嘅，但係最終你會有得益咯。咁你至於可能話啦，我諗屬夏天嘅屬蛇咪可能棘手啲咯，係㗎，棘棘地㗎。不過唔使驚，因為你有天解呢粒星咧，某程度上主動幫多啲人去解決問題啦。因為出年咧屬蛇都係一個我叫自助太歲嘅人啦，所以某程度上咧你個能力魄力都會高啲嘅。所以某程度上你幫多啲人，人又會幫多啲你啦，所以都唔使太擔心嘅。另外如果假設同你嗰個宗教冇抵觸咧，可以試下去拜下太歲啦。另外啦，逢親犯太歲一定有啲劍鋒啊、伏屍嗰啲埋身嘅。講得現代化啲啦，即係唔覺意有啲血光手術嘅數啦。咁如果得的話咧，捐血，因為捐一包血咧，紅十字會講噶嘛，夠3個人噶嘛。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，捐血係最好嘅，可以加強你個布施咯。另外啦，可以抽血啦，可以洗牙啦，某程度上咧都可以化解到呢個血光之數咯。好，跟住咧就講屬豬啦。屬豬咧出年叫沖太歲，一沖太歲咧就一定奔波勞屋㗎啦。搬屋、搬廠、搬寫字樓，另外咧亦都伴隨住咧一啲可能是是非非啊、手術血光之數啦。咁當然手術血光之數就捐血已經可以化解啦。另外啦，如果假設你係冬天出世嘅屬豬咧，出年驚得嚟又唔使咁驚喎，因為某程度上咧就動中掌權，因為你有驛馬呢粒靚星啊，加上咧有國印呢粒星。如果你係冬天出世嘅豬朋友咧，咁某程度上咧出年喐多啲啦，行多啲，走動多啲，喺公司就算冇乜嘢做咧，都去下 pantry 啊，去下廁所，周圍走下，同其他部門咧了解下，可能某程度上咧可以幫到你地位提升都唔奇㗎。夏天出世屬豬咧，就真係要小心啲啦。某程度上啦，真係可以捐血啦，去化解個血光啦。另外就喐動多啲，主動多啲幫人。同埋咧，因為牽涉咧驛馬，某程度上因為動中受傷。如果夏天出世屬豬咧，冇乜必要咧，唔好參與一啲高風險活動，譬如去旅行。譬如有陣時騎駱駝啊、騎馬啊、過山車嗰啲，盡量避免啦。有陣時咧，因為驛馬都係講揸車㗎嘛。如果得的話咧，喺香港都盡量揸車要小心啲啦。同埋如果得嘅，你搭下公共交通工具咯。
咁至於老虎咧，出年都係叫刑害太歲啦。咁我常常屬老虎都唔使太擔心嘅，因為咧我哋叫做人自身三刑㗎。某程度上，如果假設你嘅工作同一啲法律相關嘅咧，某程度上唔使太擔心，你出年分分鐘仲多咗生意添。嗱，屬老虎嘅朋友咧，出年都有幾粒細嘅我哋叫做咧細嘅人緣星啊，同埋一啲貴人星啦。咁某程度上，因為佢就唔係一啲一級嘅大星。但某程度上都有人幫你啊嘛，咁所以咧屬老虎嘅朋友咧，出年主動啲去幫人啦。點解咁講咧？好似我哋啲 muscle 咁咧，你要訓練條二頭肌點樣訓練啊？咪舉多啲啞鈴咯。某程度上你要訓練啲貴人幫多啲你咧，你咪主動啲幫多啲人。咁某程度上你幫人時，人哋將來你有需要嘅時候會幫到你咯。所以屬老虎嘅朋友咧，出年就好好培養嗰3粒嘅貴人星，咁就希望可以幫到你啦。嗱，當年因為屬老虎咧都係有陣時個性比較獨特啦，都沉唔住氣嘅。咁如果得的話咧，出年就 EQ 要盡量培訓得高少少啦。如果得的話，掂少少法律相關嘅嘢啦，學下法律都得㗎嘛。學下法律啊，或者如果得的話咧，高級做應法咧就去做下陪審員啦，或者去做下啲仲裁嘅工作咧，對屬老虎嘅人咧一定有幫助嘅。咁啊，最後一個咧犯太歲嘅生肖咧就係屬馬騮啦。嗱，馬騮出年唔使太擔心嘅，某程度上咧出年佢有好多貴人星啊，同埋咧出年係月字年啊嘛，月嘅貴人星咪係馬騮咯。咁所以某程度上咧，你本身已經係太歲爺嘅一個貴人星，所以某程度上出年蛇同埋馬騮咧係相合嘅，所以太歲爺就會俾好多好嘅人物關係啊，俾你識好多唔同嘅人啦。咁啊，好好把握啦！嗱，當然好似正如頭先話齋啦，你個貴人星出咗嚟，你都要主動去幫多啲人咧，你先可以彰顯咗呢個力量出嚟咯。咁啊，屬馬騮咧唔使太擔心嘅，因為你本身有貴人幫你解厄啦。雖然一樣係麻麻煩煩，所以鼓勵屬馬騮嘅朋友咧，出年如果識到啲人同事一啲工作嘅機遇，俾多啲時間去了解清楚，睇下呢個機遇係咪真係機遇咧，定係危險咧？咁啊，如果假設啦，屬馬騮單身嘅人士識到啲異性啦，咁可能就唔好發展得太快啦，可能真係留翻少少時間咧，睇清楚嗰個人。咁啊，某程度上咧就會幫到屬馬騮嘅人咯。尤其如果譬如頭先犯太歲嗰4個生肖係夏天出世咧，更加需要EQ 提升啦，做多啲善事啦，同埋捐血救下人咧，咁一定無往而不利嘅。好，暫時講住4個生肖咁多，多謝晒大家。